请你们帮帮我们吧。方健，方姐她实在是太痛苦了。大家现在来到的是我们的临终关怀科室，这里一共有11个病房，每个病房都是相对独立的，大家都可以比较舒适。大家继续往前走。周围的居民也逐渐接受了临终关怀中心的存在，家里有病人的甚至组团参观起了病房。挺好的。片子显示你有腹水，一会抽出来你就会舒服很多。我明白。半个月后，方健在临终关怀病房里平静去世。我接过了罗代淼的工作，送他最后一程。他也是我独立画完的第一位往生者。景兰。啊？来呀！不用怕。不建议你不要太多，让胡子都变成白发了啊！通常癌症病人去世后，会因为过于消瘦而出现双颊凹陷的问题，好了，眼睛可以。需要用填充物加以填塞，再辅以特殊的颜料修饰病容。那可以。您要是有不满意的地方，可以提出来，我们再修改。我老公怎么变得跟土豆似的？好好笑啊！
告别仪式进行得很顺利，放心吧。我是生的守门员，你是死的摆渡人。这么算起来，咱们还算半个同行。干嘛呢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黄一平他老婆去世了，刚刚火化。老婆？他还有老婆啊20多年前一场车祸，成了植物人，一直昏迷到现在。本来他俩是要到民政局去办离婚呢，这个婚也没离成。这么多年，都是黄一平一直在照顾他。我跟黄一平认识，还是他老婆爸妈介绍的。当时就跟我说，黄一平人好。我一想，等我老了，这女儿指不上，他对我要有对他老婆1/10的好，我这晚年也不至于太惨。你别这么看我，我心里有数，我不是傻子。我从来都不知道你们是这样的。你知道什么呀？你说你都多久没听我把话说完了？是因为你从来都不会好好跟我说话。行吧，你忙吧，我去看看他去。一起吃饭吧，我请你。